经济呢，是我们的社会环境。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来缺乏礼貌的行为，请问那是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在我们心地上有缺失，在礼貌上没有学到？所以今天必须要时时的来学习，时时的来精进，才不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那我们济公活佛老师慈悲，他讲说，不要以俗人争，要以往圣圣贤比较。我们世俗人很容易讲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又怎么样，总是以一般世俗人来做比较，所以可能就没办法进步。今天如果说我们的标杆典范是圣贤佛菩萨的话，那将终尽我们一生的精神力量，做这个圣贤，踏上圣贤的足迹，迈向圣贤的目标，这样才会有所成就。这时候也感觉到说，修道修信愿，办道办理念，应该一个正确的一个理念。如果理念不正确的话，那就好像是说，人家讲一句话说，盲修瞎练，苦死无成啊。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终究苦死无成。就像我们这个影片这一位汽车的主人，冬天下雪把车子都覆盖住了，结果一出门一出来就赶快整理这部车子。那在车上面、雨刷上面还有玻璃上面，好不容易整理干净了，结果拿出遥控器，哔哔，竟然是前面那部车子是我们的。那是不是我们也会犯了这种情形？那将前面的努力将功亏一篑，由于我们如果没有抓到重点，其所获者博，而其所博者后，今天我们将在这个舌诊竹末上盲修瞎练，就像这只羚羊一样，结果呢，怎么死都不晓得那送来这对狮子一餐的野餐午餐，这个叫做盲修瞎练。那透过大家一起来学习，那如何的来修持？或许感觉到老师的信文就好像一个导航一样。老师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3000万，千万我们不要离开道场，千万我们要跟随着我们的善知识，也千万要来不离开经典。或许感觉到每个人都有一个家，这个道场就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家，就好像什么蜗牛没有那个壳一样。蜗牛没有那个壳，它还能存活吗？存活率很低，那将是危险万分。那我们唯有在这个老师曾经跟我们讲说，姑且做不美丽同心协力，共创造美好的幸福园地。唯有我们以我们的同修共伴，互相的切磋，互相的关心，互相的鼓励，让我们的道心毅力更能够恒长持久的走下去。还有经典，这些年留下的经典，一个很明确的方向依归，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好好的来研究。我觉得对我们圣人的经典研究非常的欢喜心，就好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越谈越深入，越欢喜，越感觉到说相见恨晚。所以如何的修持，把握这3000万，再深入我们道场，
行的方针。老师说，方针为师定，功夫个人凭。首先我们今天要来圣堂的话，一定是或许往台南走，把这个方向先拟定好。方向如果没有拟定好的话，那要走怎么走都不晓得所以第一点，人家说相由心生，或许感到说我们行为心是看不到，但是行为是心的影子。那比如讲说，或许很欣赏这个窈窕淑女，看到这个美貌的如花的女孩子，或许很会欣赏。那欣赏就会产生一个念头，看了以后心里就动了，心里动念的话，产生一个念头，心里面就想了，就有欲望了。这个错步这个错步就是开始要行动，就要追求了追求，这是看了，然后我们听，嘴巴吃了也是一样。我们分享到前贤，哇，这个菜料好好吃，一吃起来真的好好吃，哪里买的？哪里买的？跟我讲，我也想去买。这个时常大家都会有听到这个情形。第二点，意乃心之用，心意发动以后，就会开始去行动了那比如讲在《诗经》里面，他有这么讲：关雎，《诗经》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左右采之，琴瑟友之，左右芼之，钟鼓乐之。看到风姿卓越，那优雅、漂亮，而且她很有这个温文尔雅的行为的美好女子，是每个君子所想要追求的理想对象。那结果呢？你就会心里动念去追求，开始思想去打听他住在哪里他家有什么人，甚至说我托人介绍朋友去追求，追求不到的时候，在床上辗转反侧，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那结果呢？再继续努力追求，托人找了以后，然后去说媒，然后请回来终成眷属，钟鼓乐之，请回来这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是心意发动以后，身体就可以去做了这是或许感觉到说一个心意的行动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我们所有的人事地物当中，尤其我们修行心念的产生，要戒慎之，恐惧之。如果说我们行为错误，我们方向错误的话，那所得到的是功亏一篑那但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就是说走入佛堂，行在日常。刚才讲说3000万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佛堂给我们做一个很好很明确的方向。佛堂里面跟我们讲，道在于人，道是理，道是自信，做人处事皆离不了道。道在我们身上，刚才讲说相由心生。在有一次点传师的法会里面，院长大人他问了在场所有的点传师，请问各位前贤大德，道有没有形象？结果2/3的前贤大德都很超越，道没有形象。那我们院长大人说，如果我们衣冠不整，胡须没有刮，言语粗糙的话，这代表了道吗？不对，没有不代表道。那不代表道我们的形象表露出来的，那道有没有形象？好，华藏
华站站了好久，相信我们有参加那个班华会的都这个印象刻骨铭心哈。所以道美虽然很超越，没有形象，他讲说这个仰之弥高，专之弥坚，专之在前，忽焉在后，很超越没有错。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人也代表了道，道在我们的身上展现出道因得而贵，道因得而显，德因道而生。我们学修办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好要戒慎恐惧的把我们的行为端正，好，应该孝顺法贤，时时自我提升、自我成长。我们的言行能代表道的尊贵，使有缘的众生能够远近越来，能够在佛坛里面越探讨、越学习、越欢喜心。第二点，道之于家，家要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相敬如宾。对，先请大家分享。家庭如果说《中庸》里面他讲一句话：妻子好和，如鼓琴瑟，兄弟既系，和乐且耽。一尔家事，乐而妻奴，父母其顺矣乎？请问在座各位浅显，如果我们身为人家的父母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儿子打架，我们的孩子跟媳妇不和吵架，我们心里面作何感想？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家里面？相对的，两个兄弟很好，玩得美，不亦乐乎，然后夫妻感情很好，然后生了孩子，我们来帮他带来，帮他像后学一天就要学校里面跑好几趟，又要送便当，又要送上学，又要去接回来，又要去送补习，那我们会很欢喜心，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媳妇、我们的这个孙子一家人和乐融融，所以后学感觉到，后学在学习到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家庭如何的圆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三点，道在于事，舍己从人，开荒办道，管世界为清平，化人心为良善，济世界为大同。大学里面有跟我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我们如何？我们将自己做好，然后把家庭做好，影响到他人。或许以前对这个张载他讲说，替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很纳闷了20-30年。我们如何为百姓立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我们一个小小的凡夫俗子，能有这份的能力吗？但是慢慢后学这几年后学领悟到，今天引导兄弟姐妹，大家一起来瞻受天恩师德，一起来对真理的探讨，在我们的生活上潜移默化。这不是上天要我们做的工作吗？这也是替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他们所有的兄弟姐妹改善了生活，改变了观念，家庭也跟着温馨祥和了，不就是为了生民立命吗？所以今天我们从自己走出来，到他乡，到这个他乡异地开荒办道，所以本着佛菩萨的慈悲心，我们大道的苦传才能够传到世界上，将近到100个国家。所以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其家，其德乃余；修之于其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其国，
其得乃丰，修治天下，其得乃普。透过本身流露出来那一份的真诚，那一份的率真，或许时常跟兄弟姐妹大家分享。以前我爸爸讲说，